好兄弟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分你一半。那可不行，是你解了鳌拜给皇上下的毒，我要是动了这些赏赐的话，说不定皇上会摘了我的脑袋。这件事情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皇帝小儿不会知道的，拿着吧。谢谢大哥了，小弟真的不需要。真的不需要？我看起来很像缺钱的样子吗？啊，大哥自己留着用吧。我给你了啊，是你自己不要的，别怪我。好，我不怪你，我知道我这个大哥呀，最讲义气了，有眼光。哎，大哥，不过你要的那几副药材，我已经找人在配了，有几味呢，确实宫里也没有。宫里都没有啊？不瞒大哥说啊，这宫里边啊，也不像你们想的那样什么都有。就拿药材来说吧，珍稀的药材、不常用的药材，这也不是随时都有的。不过你放心好了，这个事情包在我身上，我一定给你办妥了。还是龙小弟讲义气。站住！又要去哪儿啊？我存粮没了，打算出去买点好吃的。就知道吃。你知不知道，孙福失踪以后，清廷上下有多震动？现在外面风声有多急？知道啊，不过孙福跟他的贴身侍卫早就死翘翘了，怕什么？你呀，本事不大，胆儿倒挺肥的。现在清廷在全国范围内加强了对反清势力的清洗，不要说是袁州，就连京城，也比平时多了很多的暗探。知道了，朱哥哥，我就出去买点吃的，马上就回来。你的保证我可信不过。你还记得袁州春风院的老鸨吗？当然记得了。那日我跟叶哥哥把他的春风院洗劫一空的时候，那个老鸨呼天抢地、撒泼打滚的样子太有意思了。抢劫妓院，亏你想不出来，每次行动都是这样，不知道轻重。当时情况那么危急，少跟我嬉皮笑脸的。听说那个老鸨进京找鳌拜告状来了，你要是碰上了，你以为啊，就凭你这个不入流的易容术啊，能逃得过他那双老眼吗？朱哥哥，京城那么大，怎么就被我碰上了？那也太巧了吧！万一碰上了怎么办？万一碰上了，那我就脚底抹油溜呗。反正在咱们几个当中，我的轻功是最高明的。你要是不信的话，来追我呀！回来！